数1、2、3、5、6、7、8、9、10。1、2、3、4、5、6、7，谢谢呆呆。多少？800好不好？哎，好吧，随便你。Nyonya tiba-tiba HP-nya tuh mati, videonya nggak terekam. Jadi saya membeli celana dari Nyonya yang ini tuh 800 NT. Terus yang baru itu harga 2.500 menjadi 1.000 NT. Ôi, về lại nữa. Khai man ơi. Nah, makan lagi ya. Di sini ono cumi kecil, ono oseng kangkung. Makan dikit-dikit seperti ini. Capciu. Yuk videonya kok cuman makan ayo, nggak kreatif, kok mangan itu. Manusia tuh butuh makan teman-teman. Bersyukur alhamdulillah ada makanan.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Allahumma barik lana fima razaqtana wa qina adzabannar. Amin ya rabbal alamin.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Nah, ini minuman gratis dari Mbak Bro. Rasanya Masya Allah manis banget. Gulanya setengah kilo. Nah, sekarang mantu nih buku makan. Saya enggak tambahin sambal ya. Saya rasanya sakit tenggorokan, gusi, dan sariawan. Bismillah. Daging sapinya atas kayak karet. Kalau pas panas tuh enak. Kalau dingin kayak gini berubah. Ini oseng kangkungnya masuk ke kategori pedas ya. Jadi sariawanku ada di depan sini teman-teman. Mohon maaf ya, perih banget. Daripada teman-teman melihat kesakitanku, mending videonya tak katai aku makan pelan-pelan ya. Nasinya bulan, cuminya gurih banget. Padahal cuma dibumbuin jahe sama kecap asin, enak banget. Video saya hentikan di sini. Enak banget teman-teman, tapi harus dimakan pelan-pelan ya. Sariawan. Upai khoai ya bu ya? Oh ya cuan ko le, ya chang tao thế thế cho xiao bian le. 500块。哎，但是这样的名牌的衣服卖一卖的，有人给我是那个的。阿妈的衣服那么贵，丢掉也没有人要。你不能这样讲，我还在啊！你哦，我不是啦，我说是在市场，在市场看，丢掉丢掉，500
500块。你啊，要漂亮的裤子穿。不漂亮，太太。啊，你不漂亮，我觉得我穿还可以啦。我不可以，太太肚子太小了。可以啦，好大一件，你穿给我看，好不好看？好看。对呀、本来这个是我的裤这子。个是年轻人的裤子啦。对啊沈浩说的啦，这个是年轻人的裤子啦。好了啦，800块。你看，那个讨价还价，可是你好坏哦。了啦，这买东西不能要这样。不行，那太太才是这样教我这样，买东西要慢慢来。人家这个才特价的时候卖给我的。对呀、本来它是3000多的，对沈浩买那一件就3000多，没特价。我这件是买到特价才2000的，我已经买到便宜了。这个本来是3000多块。对呀、来东西得看。对啊，也放也特价。现在在我这边又撩1000块给你，剩下1000块啊！哎呦，这么大声呢！太大声了。哎，1000块太贵了，太太，我都没有买过东西1000块。我不骗你的，你现在要去买这个已经没有了啦。真的啊？对啦，那么只有一件那么特别啊？你穿给我看。我怕太小，对会不会太小？你穿给我看，你去换起来穿给我看。看一下，800块，200块我要买牛肉丸，太太，做爱心太太。对没有钱的人要做爱心，太太。我已经给你多了，你还这样子。很多了没有了，太太。像那个衣服的意大利的也给你，都给你哦。你还这样子，你看多漂亮。对呀，800块。哎呀，这么美的裤子，800块，好不好？哦，那太太写名牌一次写了2万块。没有办法，就不会赢啊。好了啦，我现在穿了800块。好啦。我看后面。刚刚好啦。再穿高一点。也不要太高，要干嘛太高？我不喜欢太高。穿高一点。我喜欢这样。我喜欢这样。看，我爱他的这样有800块。这边11700，17000。看一下。对了，17500。这个多少太太17000嘛，你算看看。呀，500是这个，加300块啊，这样啊？随便你啦。我看。讨厌。是500是，也不要这样哦，要是要，不要是不要，这样哦比较清楚哦。1、2、3、5、6、7、8、9、10。1、2、3、4、5、6、7，谢谢太太。多少？800好不好？哎，好不好？随便你。这个现在我给太太300块，对不对？对呀。你看那电视也1600多，我也帮你出。哦，你也什么？哪里的电视？以后每个月我要付哦。啊，你每个月付，可是他来装会就要1600多，你有看到？对呀，切夫说本来跟装这个有新的太太，以前是杨森兰的名字，他身边现在是江丽华的名字。这个不用钱，那个这样子。这个换新的要钱哦，切夫说要哦，一起身边哦。这个要新的太太，现在看 YouTube 都可以了，看。哎，不看了，我不会。看网络，看 YouTube。我不会看这个，都不用。对呀，老人家不用看。对呀，所以我不用装啊，我不用花这个钱啊，我为了你还花1000多块啊。对呀。你很会跟我计较啊。对。没有计较了，太太，对不起了，谢谢你，太太。对你这个哈。我爱你。啊，没有用。现在我给太太多少？那个布料你也没有地方再找了啦。真的哦，这么好吗？那个布很好啊，那个是韩国正牌的，不是副牌的。哦。
来要不要啊？吐起来现在啊，要不要？随便确定？随便确定噻。姨太太的心有没有舒服啊？这个舒不舒服啊？200块而已，不舒服。哎呀，多少？看。哎300是100。我给大家最新的啦，1、2、3，好不好？好不好？确定吗？以后还有一次那个也太大，对。哪一个？哪一个？意大利那个，那个太大。大家也有新的，好大。我还有一件新的好大，哪一件？大家说要卖给阿玲那个，卖给阿玲哪一件？好大那个。嗯，这个我的钱啊，你去看一下哪一件，拿给我。大家新的要赶快卖给人家。哦，没有啦，我不要啦，怎么办？这个对大家也不适合，还新的。啊，这个对大家也不适这合，件可以。对我好适合。看多少钱？298。2900，可不可以买900块？现在我付1000块要不要？别干了，那不是啦，如果要，我付给大家1000块。不要这样啰嗦了，都卖给你，我都自己没有得穿。哦，没有关系啦，以后大家穿1、2个月，对，大家不喜欢买给我的，对不对？穿看看，这件我都还没有穿过。穿看看，这一件是新的，意大利哦。是意大利，是台湾。意大利，它进口。2980，大家说有特价买的时候。金型机。对呀，大家买的时候有特价了，差不多1000块而已了。它的东西没有那么没有这么特价这么厉害。东西超2900，我就是拿你2500了。每次跟他买。哦，2500差不多。哦。我好舒服，大家。对，我好适合。屁股舒服这样咯，框这样咯。我如果很紧接送那个不喜欢。不要吃哈，要买这个衣服。不要吃。不要吃牛肉啊。对呀，省起来，省5次你。也可以放很久，也舒服，也是不会那么热，对不对？对呀。也帅气，对不对？当然啦，这个你要去哪里买？但是呢，有可能我买裤子2000块，看这只有一件而已。心好痛啦，对不对？送。那有可能ini人的外了穿裤子2000块，好可惜的，看不适合哦，看不适合的。这一件你也不适合。适合。这一件啊，另外跟你讲，这个哈，你可能穿不进去。那我的肚子跟太太的肚子，我的肚子比太太小哎。你穿给我看看好不好看？HP-ku ini suka error ya teman-teman. Halo, assalamualaikum teman-teman. Welcome back to my YouTube channel. Balik lagi bersama saya Yayu Cayu, semangat. Nah, jadi HP saya ini tuh suka error banget teman-teman. Jadi saya tuh merekam ya, memakai kamera belakang. Terus kita ngobrol sama Nyonya, tiba-tiba HP-nya tuh mati. Videonya nggak terekam. Jadi saya membeli celana dari Nyonya yang ini tuh 800 NT. Terus yang baru itu harga 2.500 menjadi 1.000 NT. Ya nggak terekam ya, semuanya yang terbaik untukku lah, nggak kerekam ya, alhamdulillah kerekam sedikit. Nah ini celana juga dikasih Nyonya ya, katanya dulu itu ya lumayan mahal teman-teman, tapi memang celana Nyonyaku tuh dipakai enak banget, jadi saya berani untuk membeli ya, walaupun rodok mahal sidik lah. Kalau menurut saya celana dek sampai 1000 sampai 800 NT itu menurut saya mahal teman-teman. Soalnya saya kalau beli baju itu sembarangan lah, ibaratnya ya di net itu paling ya 500 kayak gitulah.
Tapi saya pas membeli celana di net itu kurang nyaman di saya. Kurang cocok gitu loh. Jadi hari ini saya gajian 17.500 NT. Terus saya membeli celana ini 800 NT, terus celana yang hitam yang baru itu 1000 NT. Jadi hari ini saya mengeluarkan 1800 NT. Wes ora apa-apa, tapi celana itu awet ya. Punya nyonyaku tuh awet. Ciro ha. Oh. Là 为什么太太不要放排骨太太？哈？那为什么太太不要放排骨？太太要煮很像过年的汤那个。那今天有牛肉，他们要吃牛肉。还有牛肉。还有一块啊。前天那个卖1块的，我切一半哦。今天1块，昨天一半，今天一半。没有了。今天有，对啊，完切片了，今天还有一半呢。他们要吃牛肉。我是想说那个鸡肉下去哈，拿出来哈。那今天我们还有绞肉。对呀，我想。切夫说什么？太太不要煮太多。今天煮不啊。对啊，我们今天煮不啊，放丹丹，杨启东也不会来哦。小刚也还有4个哦，4条哦。4个，我们1人1个好了。对呀，妹妹也不敢吃，他们有牛肉都很开心啦。我的送给太太啦，不要担心。我吃2个，你1个，给我1个。那弟弟他不敢哦。对呀。他们牛肉都 OK 太太。吃牛肉会怎么样？然后他们喜欢呢。你可以用鸡哈下去炸一炸，下去炒，你会喜欢。谁？鸡呀。哦，完了，妹妹比鸡肉喜欢。第一次他们妹妹的喜欢鸡是不是这样的鸡？昨天有没有听到？他说是那里。平林的鸡下去拌什么蘸白鸡下去蒸一个那个，他喜欢这样剥一剥。我跟你讲，怎么样？你那个鸡胸肉那么久了。那个不要担心哦，可以煮咖喱鸡哦。我不要了，我想好，跟你太太一样，下去切，下去那个，怎么讲？怎么这样？就下去了去，泡，腌呐。腌酱油，像那个蒜头，要下去炒，胡椒粉，下去炒，下去炒炸。随便啦，要煮什么？他们有牛肉也。我跟你讲啊，也要变东西啦。也可以哈，你那个鸡胸肉切片。下去泡，像炸那个什么鸡排，会吗？想脑筋，动脑筋。不是动脑筋，想脑筋。本来他们很喜欢牛肉哦，我不是，也不是第一次没有变给他。牛肉不能天天吃的。对呀，还有1块哦，给他们炒炒的，2个人呢。天天吃也会得到癌症呢。也不是每天呢，也是昨天。红肉。哦，今天还有1块给他烧的，以后不要买啊。我前天有吃。肉弄少一点，菜给他弄。对啊，我也是切一半哦，不是全部炒哦。就是说一样给他吃，但是炒少一点，青菜多一点。对啊，昨天也是啊。让他们有吃到青菜。哦，很香，都他们都很
他们都很挑的人。等一下煮给鸡肉为什么不香？为什么味道不一样？妹妹我不是很随便都要。太太下期蒸那个了，平林的鸡很新鲜那个，明天他很喜欢什么白斩鸡，他很喜欢那个了，我很了解他啦。白斩鸡，太太拿出来。对呀，明天可以啊，下期蒸现在对冰啊。Là thấy thế cứ chú ipan mayo chia thế thế. Rang ta tuế ping ở thấy thế siwan mayo chia. 你看，一只1250。看，一餐差不多3天吃完了这个800块，可以放到。啊，这个你都没有吃吗？它很少很少。你为什么不吃？很少，因为太贵啊。我喜欢太太刚才到我很喜欢太太的土鸡，我不喜欢，我喜欢肯德基，我喜欢炸的东西香香那个。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也是在里面呢。这贵啊呀！这个来煮蛤蟆汤也可以啊。太太要想煮那个过年的汤那个放鲍鱼、放蛤蟆那个。不是啊，我只有煮清汤啊。哦，那个放牛肉片的好吃，放羊肉片的好吃。以前那个我们没有牛肉片的。有羊肉片吗？要放羊肉片，也可以啊。沙沙比较轻，比较好吃。旺旺口味。下去煮蛤蟆。放一点点的。以后杨启龙回来也可以煮给他，有没有好吃？今天他不回来。好了，那个蛤蟆，那个羊肉太久了，先煮。对，要赶快煮，我也煮不多了，一点点了，一丝了。可慢了的，好厉害了。来，太太中午要吃什么东西？不要吃。我不吃了。呀了，不要吃绿色的菜也不要。这样已经很好大，也是好大哎。都好大了。差不多7斤了的，5斤了。它有些5斤了。还有那天我说你这个要拿起来，都没有听话。谁放冷冻？我了还对呀，我了送去哪里？我是送去东方医院。没有，我东西跟你讲，我说哎呦，你等一下哈，把这个要拿起来啊。那么东西了我放在厨房，太太了叫我去东方医院。差100块。1125跟1150也差25块啊。25，我放厨房了，太太马上放冷冻，我去东方医送东西。我来煮麻油鸡。对呀，让太太冰吃烂掉了。麻油鸡也是我一个人在吃啊。姐夫不吃稀饭了，放高丽菜妹妹也干吃啊。来，太太要不要加猪肉？太太说加猪肉比较甜。没有，这个很漂亮的鸡。很轻，很甜，比较甜。等一下，如果不甜加那个薏米来的。不要了。太太，山上的你要加薏米啊，太太。对呀。去买那个虎牌的那个米粉。老虎那个很好吃，对对。买1包就好。对呀，很好吃，我也喜欢那个。炒来吃，我喜欢吃米粉。他要吃油嘞，是等一下加这个加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掺那个油啊。加油而已，没有加什么东西。不要，就炒高丽菜这样很好吃的。2980。对呀，不清净。不干净。对呀。阿公说的啦，那个。